師傅，我明年沖太歲，係咪應該躺平，避免做任何投資呢？沖太歲咧，即係你生肖屬鼠啦。嗱，如果你生肖屬鼠咧，喺12生肖入邊嚟講咧，係真係要防範嘅。記得第一，一切容易流血嘅運動咧，你都唔可以玩得。所有嘅投資一定要長線為主，唔可以短炒投機，唔好同任何人有錢銀方面嘅合作。身上咧最好再抬住粒玉，咁亦都可以有消災擋煞嘅作用嘅。師傅，騰訊喺馬年會唔會馬到功成呢？騰訊咧700咧，我相信2026年嚟講咧係有機會挑戰呢一個嘅歷史嘅高位喎。師傅，恒指上3萬點咧，有咩板塊會率先炒起呢？咩時間入市先係最好呢？3萬點嘅機會咧係有嘅。咁如果你話投資嘅板塊咧，一啲 AI 能源科技嘅股票咧，係會比較容易有一個好嘅升幅。下半年嘅升幅係會比較明顯嘅。師傅，喺馬年咩生肖嘅投資運最勁啊？投資運咧，如果用12生肖睇咧，有機會會有偏差。喺網上邊咧，輸入你嘅出生年月日時間，找出你嘅日元嘅五行屬性咧，去分析咧，係會比較準確啲嘅。如果你係五行屬水嘅日元嘅話嚟講咧，2026年咧係大利財運嘅。師傅啊，我屋企點樣佈局咧，先至可以馬上有錢啊？係問得非常之好啊！嚟緊呢1-2集咧，就會同大家咧好詳細地分析，究竟啊我哋家居應該如何佈局，可以令到大家加強財運、大發財利、大吉大利嘅。